你正在收聽俄勒岡州就業部失業保險索賠人手冊第4集，保持你的權益資格，保持你領取福利的資格。在你想要領取福利的每週，你必須完成3項任務才能保持資格。1. 有能力且有時間參加工作並積極揾工。2. 提出每週索賠。3. 報告工作時間和收入，一周內的任何工作時間或賺取的金錢。如果你未能完成這些操作，我哋可能會拒絕向你發放福利。尋找工作，你必須在領取福利的每周尋找工作，完成至少5次尋找工作的活動。有5個求職活動中，你必須最少有2個活動中與僱主直接接觸。以下是符合此要求的尋找工作活動，以及我哋認為無效或不可接受的活動例子。符合要求的求職活動：申請一份適合你的技能和資格的工作，面試一份工作。如果你係工會的註冊成員，請到該工會職業介紹所報到，參加所在州勞動力中心嘅再造就業服務，建立網路或更新你的簡歷，檢視求職網站或報紙。無效的求職活動：申請一份你不勝任的工作，未能按照僱主希望的方式申請工作，例如你郵寄一份申請，而唔係按照僱主的要求在網上傳送。和朋友或家人談論你想申請的工作或模型，並僱主直接聯絡，意味住以他們想要的方式詢問工作或申請工作。它可以是你們要求你詢問或申請的任何方式，包括親身、電話、郵寄或電子方式。如果你是閉門工會中信譽良好的會員，即你要共你的工會保持聯絡，而唔係另外尋找工作。如果你的僱主減少你的工作時間或將你解僱，並且你將在失業後4週內恢復全職工作，你必須與僱主保持聯絡，而唔係另外尋找工作。如果以下所有條件都屬實，你就被視為臨時失業。裁員時，你和你的僱主預計你將返回工作。你將返回的工作是全職，或其工資至少與你每週福利金額相同。由你失業的那週直到你返回工作的那週，間隔時間不能超過4週。你可能會被要求提供預期的返回工作日期，報告你尋找工作的狀況。每週你必須記錄你尋找工作的努力。當你索賠1週的福利時，你將被要求提供有關你每週索賠的詳細資訊，說明你在那一週為尋找工作所付出的努力。當你索賠每週福利時，你必須報告你已完成的尋找工作活動，以及你與僱主的直接聯繫信息。你與僱主直接聯繫的報告必須包括聯絡日期、公司名稱、電話號碼或地址，或網上招聘 ID 號碼。聯絡人如適用，申請的工作或職位類型，你的聯絡方式、電話、簡歷、網上申請、電子郵件等。聯絡結果、錄用、未錄用、面試、無回覆等。在報告非直接聯絡的僱主活動時，你必須包括你完成活動的日子、已完成活動的描述。如果你需要幫助嚟追蹤你的求職活動，請使用我哋的求職記錄表。我哋並不要求你使用此表格，但你必要保持你每週求職活動的記錄，並在進行每週索賠時報告這些活動。如果你正在使用 Francis Online， 請在那裡輸入你的求職詳細資訊。如果你在通過電話在每週索賠專線上提出每週索賠，
你將在回答每周索賠問題後，口頭報告你的求職資訊，請參閱上一頁必須提供的仔細資訊。完成每周的福利索賠。要索賠失業救濟金，你必要每周提出索賠，告訴俄勒岡州就業部。仍然失業或就業不足，索賠包括一系列有助確定你是否有資格獲得福利的問題。例如，我哋可能會問你以下問題：你有能力並有時間可以接受工作嗎？你有尋找工作嗎？你有沒有尋找工作的仔細資訊？你拒絕過任何工作或工作邀請嗎？你有工作過嗎？如果有工作過，從該工作賺取了多少金錢？你有沒有離開任何僱主或者辭職？根據法律規定，你必須在每周索賠福利時如實回答問題。如果你在回答任何索賠問題時犯了錯誤，請立即聯絡失業保險中心。何時提交每周福利索賠？索賠失業救濟的一周指嘅係由周日到周六。你可以在一周結束後立即提出索賠，由周日早上開始。你有整個星期的時間嚟索賠前一周的福利，但是你必須在下一個星期六午夜之前完成，否則就會被推遲。例如，如果你在6月3日星期一失業，你可以在同一天或該周的任何其他日子，由6月3日到6月8日提出福利的初始索賠，然後你可以由6月9日星期一開始為你的第一周福利提出每周索賠。在6月9日至15日的一周內，你將索賠6月2日至8日的福利。如果你未能在6月15日星期六午夜之前提出每周索賠，你在該周的福利支付將被拒絕或延遲。如何網上提交每周福利索賠？欲獲得最快的服務，請使用 Francis Online， 網址為 francis.oregon.gov。透過我哋的互動式語音回應 IVR 系統，致電到800-982-8920。IVR 每周7天，每天24小時提供服務。每周福利索賠問題：你上周是否沒有接受工作邀請？如下列的任何一種情況屬實，請回答是。在你索賠福利的一周內，你拒絕了一份有薪工作，不管那是全職、兼職、長期或是臨時的工作。這份工作可能是為前任、現任或新僱主做的。你拒絕俄勒岡州就業部的工作推薦。你接受俄勒岡州就業部的工作推薦，但你沒有共僱主聯絡。你上周是否辭職了一份工作？如下列的任何一種情況屬實，請回答是。你不再為一位僱主工作，而開始為另一位僱主工作。你告訴你的僱主，你不想再在那裡工作，你不想去上班。你是在上周被解僱嗎？如下列的任何一種情況屬實，請回答是。如果你的僱主除了因工作量不足、裁員以外的任何原因解僱你，你就視為被解僱，有可以繼續工作嘅機會，但是僱主不願意讓你繼續工作。缺乏工作、裁員是指僱主沒有足夠的工作來讓你繼續工作。你上周是否被停職？如果以下情況只是屬實，請回答是。你的僱主讓你在他們調查期間留在家中。你的僱主讓你留在家中作為紀錄處分。你上周是否離開上住地超過3日？如果你在索賠的一周內離開你的上住地
超過3日，請對這個問題回答是：一週包括一週中的所有日子，由週一到週六。你的身體和精神上是否都能夠從事你在上週所尋找的工作？如果你不能從事你正在尋找的工作類型，請回答否。上週的某一天，你是否願意工作？是否有能力接受和匯報全職、兼職或臨時工作？如下列的任何一種情況屬實，請回答否。你限制你願意工作的日子和時間。你沒有交通工具去上班。你沒有兒童託管服務。你被監禁。你在上學，但沒有向就業部匯報。你在從事自雇職業，沒有向就業部匯報。你錯過了任何工作。你上週是否有積極找工作？如下列的任何一種情況屬實，請回答否。你在這一週內沒有至少2次直接聯絡雇主。你在這一週內沒有完成至少3次尋找工作的活動，或你沒有遵守就業部提供的書面求職建議。你是一個只允許你尋找工會工作的派遣工會的成員，而你在工會中信譽不佳，或無法參加派遣工作。你上週是否工作，但是否收到了或將會收到哪一週的假期或節日支付？如下列的任何一種情況屬實，請回答是：你為任何雇主提供服務，並期望獲得報酬、信用或食宿作為回報。你從事自主工作並且賺取金錢。你將獲得假期或休假工資。你將從雇主那裡得到病假工資。如果你收到花紅，請聯絡失業保險中心。如果你收到除社會保障之外尚未匯報的退休金，請聯絡失業保險中心。如果你在回答任何索賠問題時犯了錯誤，請立即聯絡失業保險中心。報告收入。如果你在索賠福利的同時還在工作，你必須報告你賺取幾多金錢。你必須報告的金額是你的稅前收入，而不是你的淨收入。你要在你賺取收入的那一週內報告你的收入，並不是在你獲得福利的時候報告。如何報告收入？你必須在每週索賠失業保險計劃前一週，週一至週六的福利時報告你的收入。即使你還沒有收到報酬，你要在你賺取收入的那一週內報告你的收入，並不是你拿到報酬的時候先報告。報告哪些收入？你必須報告從你工作所賺取的任何金錢。常見的收入來源包括全職和兼職工作、臨時或零工，以及自雇工作。這包括下列所有收入：稅前收入、現金、食宿等非現金收入、小費、花紅、待命工資、病假工資、佣金工資、休假和假期人工。如何計算稅前收入？每週工作時數乘工資率等於稅前收入。例如，如果你一週工作30小時，每小時$20，你在該週回報的稅前收入應為$600，記得加上你的小費。拒絕發放福利。在某些情況下，俄勒岡州就業部需要審查索賠、確定資格或發佈正式的行政決定。這包括下列情況：辭職、被解雇或停職、無法工作、離開你的常居地、上學或參加培訓、成為自雇經營者、坐監、錯過任何工作、拒絕工作邀請、沒有積極揾工作、領取退休金、社會保障期外、未能參加在
未能參加再就業服務和資格評估 RESCA 面試，拒絕來自 WorkSource Oregon 的工作舉薦，未能透過你當地的 WorkSource Oregon 中心完成註冊活動。如果你是教學或非教學教育員工時，在暑假、寒假或春假期間或學期之間索賠每週福利，未能在要求時驗證你的身份，這些問題將導致你的索賠停止，直到我哋決定支付或發放福利。在調查期間，請繼續索賠每週福利。這可以確保在調查結果至到支付福利的決定時，你能夠收到這幾週的付款。裁決員將完成調查。如果裁決員需要更多資訊，他們會與你聯繫。請務必以完整資料回應請求。如果你未能回覆，我們將根據我們可獲得的資料作出決定，這可能導致拒絕支付福利、隱瞞資訊或向俄勒岡州就業部報告虛假資訊是欺詐行為，後果嚴重。如果你被拒絕發放福利，你將收到正式的行政決定，當中包含拒絕的詳細資料，這包括拒絕日期、拒絕原因以及與取消資格相關的任何處罰。請閱讀仔細關於你的裁決。如果你對裁決的內容有任何疑問，請聯絡該部門。如果由於你離職未能申請所推薦的工作，或者拒絕接受工作而導致福利被拒，我們會採取以下措施，並且拒絕支付你的福利，直到你工作並在收家工作僱主支付失業保險稅的工作中收到最少4倍於你每週福利金額的付款。你必須在你被解僱、停職、辭職或沒有接受或申請工作的那一週之後工作過。我們可能會因為你上學、缺勤、監禁、住院或類似原因而拒絕發放你的福利。在這情況下，拒付會持續到導致拒付嘅條件不再存在為止。如果我在你被拒絕發放福利的任何一週向你支付福利，多付的情況就會出現。你將會收到有關如何償還多付款項的說明。你有責任償還任何多付的金額，包括罰款、費用和利息。如果你收到包含有關超額付款資訊的正式行政決定，你可對該決定提出上訴，並獲得有關超額付款的其他選擇。請使用 Francis Online 提出上訴並要求舉行聽證會。你亦可以撥打503-947-1710聯繫福利支付控制部門尋求協助。感謝你收聽俄勒岡州失業保險索賠人手冊。有關手冊的電子或印刷版本，請訪問 unemployment.oregon.gov 或訪問 WorkSource 俄勒岡州辦事處。這消息至關重要。俄勒岡州就業部 OED 是一個提供均等機會嘅機構。OED 提供免費幫助，便於你使用我們的服務。服務內容事例包括手語和口語翻譯，其他語中的書面材料、大字體、音頻和其他各式文檔。如需幫助，請訪問 unemployment.oregon.gov 並點擊聯繫我們，或者致電877-345-3484聯繫我們。TTY 用戶請撥打711